中風症狀突如其來，你識得即時分辨嗎？中風主要分為缺血性及出血性。中風先兆通常突然發生，例如單側面癱、說話困難、視力模糊、身體無力、失去平衡等。缺血性中風若果能夠喺3個鐘內注射溶栓藥物，可有效溶解腦內血栓，恢復血流，減低腦細胞損傷。黃金3個鐘頭之後，治療效果會急降，會增加併發腦出血嘅風險。如果懷疑中風，可用談笑用兵嘅口訣判斷。談，說話含糊或者唔能夠表達；笑容唔對稱；用手腳無力，舉唔起；兵，即時求助，致電999。建議一旦出現任何症狀，應該立刻送院，唔應該觀望或者自行選擇醫院，避免延誤治療時機。中風患者康復之路往往漫長，除咗醫療治療之外，家居環境、照護安排及心理支援同樣重要。由於中風之後可能出現偏癱、語言困難或者情緒變化，患者容易因為失去自理能力而感到挫敗，家人亦都會長期承受身心壓力。透過每日記錄血壓等健康數據，有助掌握長者身體狀況，並可於覆診嘅時候提供與醫生作出更準確嘅評估。Care Club 萬恩嘅註冊護士團隊可協助查閱醫健通記錄，為患者同家人詳細解釋需留意事項，如發現異常更可提早處理，預防病情惡化。我哋同時提供上門護理與具經驗嘅外傭配對服務，支援患者喺熟悉環境中重建生活自理能力，俾家人減輕壓力，安心陪伴患者走過復康之路。